我们要一起来读今天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话语，在诗篇51篇。诗篇51篇，如果你有看圣经，那个有一个诗篇的题目，其实这个题目的前提是在大卫他犯了一个奸淫的罪，他与谁同房？拔示巴同房，而拔示巴是谁的妻子？乌利亚的妻子那拿单这个先知来告诉他，他悔悟过来，他说：“我错了，我错了。”那今天这个诗篇就是他知道他错了，而且他做了这一首歌，诗篇就是拿来唱的，就像我们做礼拜刚唱的诗歌以后，就会唱这一首，好妙一个人做错这么丢脸的事，真的丢脸哦，这是很大的罪耶。他竟然还做成歌，常常做礼拜的时候拿来唱，每次唱的时候，人家都会想到什么？那个大卫，你看什么样子做这种事，丢脸，丢上帝的脸。他竟然把这种自己丢脸的事拿出来悔罪诗。诗篇有150篇，里面有7首悔罪诗，这一首是最有名的。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诗歌里面没有多说他犯罪的小小细节，没有，但大家都知道，因为你如果看圣经前面就有他的题目。何以他要这样做？他希望做这一首诗提醒大家，而且再一次说，这位上帝是有赦罪之恩，叫人知道他是神。谁才有赦罪之恩？这一位上帝。这个前提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像来唱歌一样，唱这首诗歌。所以音乐牧师先唱单数，然后大家就唱双数，这样好吗？好，预备好哦！我要请我们同工也帮忙哦。好，双数，好，来，预备。上帝呀，求你怜悯我，因为你有永恒的爱；求你除掉我的过犯，因为你有无穷的仁慈。求你清除我的邪恶，洗涤我的罪孽。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自觉常在罪恶中。我冒犯你，我得罪的是你，我做了你认为邪恶的事，因此你审判我是理所当然，你责罚我是我所应得的。我一出母胎便是邪恶，出生之日就充满了罪。你所求的是真诚的心，求你用你的智慧充满我。求你除掉我的罪，使我洁净；求你洗涤我，使我比雪更白。求你让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音。你虽然粉碎了我，求你使我再次欢乐。求你开眼不看我的罪，除掉我一切的过犯。上帝啊，求你为我造一颗纯洁的心，求你赐给我一个又新又忠诚的灵。不要从你面前把我赶走，不要从我身上召回你神圣的灵。让我重新体会你救恩的喜乐，使我的灵甘心乐意顺服你。这样，我要把你的命令教导罪人，他们就会归顺你。拯救我的上帝啊，求你宽赦我的死罪，我要高声颂扬你的公义。主啊，求你开我的口，我要颂赞你。你不喜欢生祭，不然我就贡献。你也不要烧化祭。上帝呀，我献上的祭是忧伤的灵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不拒绝。上帝啊，求你用慈爱善待锡安，求你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。那时你要悦纳合宜的牲祭，就是全身的烧化祭。那时有公牛供献在你的祭坛上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唱一首新歌。哪一首歌？既然有新歌，代表就有旧歌。
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看过 Netflix 这个很有名的剧，叫做《人选之人》。其实它讲的就是台湾的选举文化，而它有一句话铿锵有力，就是说我们不要就这样算了，好不好？很多的事情不能就这样算了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人就会慢慢地死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不是就这样算了，我们难道人不会死掉吗？所以他这里说的死掉是什么意思？每个人都会死，这是真理。有一生必有一死。那么他这里说，我们不要就这样算了，很多事情不能这样就算了。真的，如果这样，人就会慢慢的死掉。这里的死掉意思是说，我们的灵魂，我们跟自己、跟他人，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死掉了。那是什么事？我想，如果有看这个剧的人知道，这个跟 Me Too 有关。Me Too 是什么？现在不能乱讲 Me Too 哦 ，I love you 你不能乱讲 Me Too， 代志都大条。Me Too 代表跟性骚、跟性侵有关系。那么很多人说，现在的性骚性侵就是拿了一个麦克风，谁讲了就怎样算数吗？所以有人说，接下来说枪一响就有人死，有人死就有人哭。其实 Me Too 这个事件从国外一直到国内，一直沸沸扬扬。难道真的麦克风拿着，你有话语权的人，你就可以说，然后一枪就要让人一枪毙命吗？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。我们如果是属神的儿女，我们的神并不要我们慢慢的死掉。特别不是身体而已，身体一定会死，但我们不要得罪了神，我们跟神的关系慢慢死掉，以致我们成为一个活死人。什么是活死人？就是我还有呼吸，但我怎样行尸走肉。我们要成为一个死的活人，即便我今天死了，今天仍然人家还在纪念你，人家还在说某某人他把信仰带领给我，以致我还可以继续说这个人的信仰，他怎么样好的见证，他怎么样归入神的名下，这个叫做死活人，对吧？我们人很有限，没有人可以活到200了。我们知道平均年龄其实已经下降了，已经少于80了。所以亲爱的大家，不要以为科技进步，我们是寿命越来越多，何以我们寿命已经掉到80以下？我们今天神要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小心，我们是不是得罪神？神今天再次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得罪神，他有赦罪之恩，那么我们这个人要来神的面前，他要给我们重新的力量。Me Too 有人说，为什么好好一个人，到最后没有一个人想换这个性骚性侵的罪？那何以最后都会让别人被压迫呢？是不是都是因为权力惹的祸呢？今天我们诗篇51篇，这个诗人，这个主角大卫，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？他是一个战胜巨人的信心，他有这样的信心。他小小的，当他被拣选的时候，那个大巨人在那边唱秋，在那边喊：“你们的神，你们的神怎样？为什么你们胆子这么小？”这个小大卫青少年也看不下去，为什么我们任由这个巨人这样子来侮辱亵慢我们的神？于是小小的年纪，但他有信心，拿了5颗石头，咻咻咻咻，用他神平常锻炼他的，就一甩，就把这歌利亚咚。这个人有信心，这个人的生命除了有信心之后，虽然那一首歌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以至于还在位的王扫罗王开始追杀他，心里开始嫉妒，怎么可以让这一个大卫看起来好像是接班人，
怎么可以让他真的高过我们呢？高过我呢？嫉妒使人失去理性。但大卫，我们看到哦，这个追杀他的，他竟然没有害他。你看这大卫这个生命，他没有害那个上帝所膏的扫罗。我们记得最有名的，这个追杀到外面，以前没有厕所，没有公共厕所的，这扫罗急呀，什么急？那个他要去解大号哈，赶快跑到山洞里面，哇，真舒服。真舒服是没错。当你在解的时候，你忘记其实你不知道旁边有一个大卫，其实已经在他后面。这个时候大卫应该掌握良机，对不对？大卫的身边的人说：“我去，跟你没关系，我就把他刺杀死。”大卫怎么说 ？No， 这是谁膏立的？上帝膏立的，我们不能出手。他只有把他的衣襟割下来，然后扫罗解完以后，哇，他还不知道还走出去山洞外面，走了一段路以后，大卫才从山洞口出来说：“喂，扫罗王！”他还叫他扫罗王。我本来是可以杀你的，但我没有，因为你是神所膏立的，神自己会负责，我没有要出手。但请你不要再追杀我。你看，你的衣襟在这里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神怎么保护我们？我们知道吗？扫罗知道吗？我们做错事的时候，神没有处罚我们；我们做错事决定的时候，得罪神的时候，神没有让我们命被害。但我们还大摇大摆从山洞里面走出来，我们要谨慎。神爱我们的话，他一定会有声音，从大卫的声音来。我本来是可以害你的孩子，亲爱的扫罗王啊，醒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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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出手打神所膏的哦。神自然自己高摩，神自己有办法哦。你不要当上帝哦，千万不要当上帝，你得罪了神。大卫是这样的人，他谦卑，他想盖圣殿，但神说 no。盖圣殿是多美的事啊，多伟大的事啊！上帝说 no， 不是你盖。他愿意顺服，即便他不舒服，他愿意，他是这样的人。但是当他都得到了这么多的，在人生的高峰的时候，睡到下午，然后出来昏昏迷迷糊糊，眼睛沙微沙微，然后就从上面一直往看下去，哇，美女然后他就叫，简单几句，他就叫人去把他带过来，而且他还怎样？还问这个女孩子，她是谁？她是谁？他知道她是别人的什么妻子，而且这个别人是谁？是他的忠心的占领他的大将在远方，在替他在作战，这是他的妻子他竟然还弄清楚，他是正好月事结束，因为在那个时候，他要确定跟他同房的女孩子是不是月经来，如果是，绝对不能跟他在一起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守了那个小的，得罪那个大的。大卫就是这样，他还记得问他说：“他是不是月经刚结束？因为他们如果跟月经刚结束的人同房，他们会得罪神。结果他守了小的，得罪大的。这个10诫第几诫？第几诫？不可奸淫，第几诫？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谨慎，因为我们有权利的时候，跟他同房没多久又怀孕了，怀孕了怎么办？怎么交代？一个错要一个谎言，要用更多的什么谎言？一不做二不休，怎样？杀了他，因为他的将领太忠心了，他赶快叫他回来，希望他回去跟他的太太同房。结果他非常忠心说 no，
我的同袍在远方，我绝对不跟我的太太亲近，不跟他同房，我就连家门都不进去，以及他招来的死祸。大卫狠心把他害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觉得大卫有没有悔改？那时候他知不知道他错了？知道。最后真的已经死了，他知道错。可是怎样？我们犯错的时候有两股力量哦。当我们犯错了，一不做二不休，那种力量就是我们犯错的时候，我们就放弃算了，我再犯其他的错，再犯其他错，这是一股力量。我们会更软弱，我们会犯更多的错，为的是一件事：我千万不能承认，我千万不能承认，我一定要紧直要硬。所以，当我们犯错的时候，有两种力量，这个都让我们离神越来越远。一个就是都错了，算了，然后出去啊。一个是人家告诉我们错了，他一定知道，他每天他一定也是在持续在敬拜神，神也提醒他，但是他怎样？硬是不回头，就是不回头，就是不回头，硬劲，直到小孩都生出来了。拿单来告诉他，这时候他悔改，真正悔改，忧心痛悔的心。当他悔改的时候，才有救。当他悔改，写了今天的这首诗，要告诉大家，不要跟我犯同样的错。即便人家每次唱这首歌就再讲一次，再讲一次，再讲一次，他都愿意，因为他知道不要跟我犯同样的错。我们人生有时候本来是一个白布，但我们有时候被很多事情给污染了，怎么办？我们一定要面对那个审判官，我们死的时候一定会面对那个审查官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死的时候，神说某某某人你来，我们怎么对这位神说话？好不好？神给我们有赦罪之恩，我们就来检讨我们自己。这是我们的青年在49号1楼，现在成果发表，这是其中一站。我们有没有看到那个盐？这是盐做的彩色盐。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什么不同颜色的盐？盐可以带来什么？调和。盐可以怎么样？防腐，对吗？亲爱的大家，愿我们都成为这世上的盐，可以防腐，我们可以有颜色。但知道吗？这一瓶里面其实是有石头的，你看不到，对不对？看起来很漂亮，对吧？但里面其实是有石头。我们每个人里面其实都有石头的。我们内心的秘密，我们自己知道而已。或许我们连自己都不知道，因为我们生命还没有那个拿单来提醒我们。但我们的神爱我们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透过这个盐最怕什么？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被神的话感动流眼泪，我们的生命被这个流眼泪的水给进入我们生命的时候，这些盐融化之后，什么会浮现？石头。我们生命那个石头里面有硬心的石头，使我们有时候隐隐作痛。有时候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就，那时候我如果不这么做多好，我现在不用那么多担心，我现在不用承受那么多的后果，我很怕人家知道。不要再提好不好？可不可以就这样算？主啊，我就在你面前认罪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对，神给我们有赦罪之恩，我们认完罪以后，就不要再犯同样的错，不要只有悔而没有改。因为我们即便都是罪人，神说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，他应许我们可以有赦罪，他有赦罪之恩。
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。来，上帝呀，求你怜悯我，因为你有永恒的爱。求你除掉我的过犯，因为你有无穷的仁慈。在这里讲过犯，特别是那个过犯叫做明知过犯，明明知道不能做，大卫不知道不能犯奸淫啊？拜托，早就知道他的神的律例典章，他背到不能再背，但是把坑给卡恰平啊啦，台语安尼讲啦，甩到后面去了，他根本不理他的欲望的时候，根本不理。但现在他被神唤起来，被拿单唤起来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这个错我就会觉得，哎呀，这样我生命里面就像刚才那个染布，我怎么样把我这个罪给除掉啊？这里讲的除掉，就是两杠。我们学会计人就知道，画两杠就是错的，把它一笔勾销。这里的讲的除掉是这样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过犯是明知过犯，违背神的心意，悖逆。后来在经文里面讲到罪孽，罪孽是什么？就是那个诡诈。我们看到大卫也是诡诈哦，我们的心知道哦。诡诈就是那个火车的轨道怎样突出去，没有直，就叫罪孽。罪就是没有合神的标准，我们都会这样。特别是什么种的罪是没有办法在以前我献祭就可以了，就叫做明知故犯的。没有办法，我献生祭就除掉，没有办法。唯有这位神，他有赦罪之恩，让我们可以涂抹，在账册上画两条杠，涂抹。可是你会觉得涂抹，它还是两条杠在那里呀。主啊，求你洗净我，就像刚刚那个染布，洗，但是它还有什么？还有痕迹在里面呢。主啊，求你解除。主啊，求你用圣灵的火烧那个我的罪性，烧掉。清除牛膝草是用在哪里？解除用在哪里？用在古时候的人。我今天如果有麻风病，我就要用这个字解除，不是涂抹画两条杠就可以，不是洗净洗不掉的，因为我是那个麻风病的。我必须要用火，主圣灵的火解除我，使我整个人干净之后，然后我给祭司看，我已经干净，我可以回到群体中，我可以来敬拜神了。所以他来求说：主啊，求你不只是给我杠掉而已，不只是你帮我洗干净而已。主啊，求你的圣灵的火烧尽我那些罪，重新再来。好不好？我们来一起读神的话。我犯罪冒犯你，我得罪的是你，我做了你认为邪恶的事，因此你审判我是理所当然，你责罚我是我所应得的。大卫不止得罪神，大家都知道，他也得罪乌利亚，也得罪拔示巴，更重要的是他得罪这位神。恳求主恢复我们的关系。神赦免我们以后，他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我们跟人，还有一个我们恢复跟我们自己的关系，以致我们可以快乐。再次来唱歌哦，来，我们来读，请。求你让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音，你虽然粉碎了我，求你使我再次欢乐。耶！神要给我们再次唱新歌，而且是欢乐的歌，不是悲歌哦。好，我们持续来。求你闭眼不看我的罪，除掉我一切的过犯。恳求主与我们同在，他要给我们纯洁的心。这一句非常的重要，一起。上帝呀，求你为我造一颗纯洁的心，求你赐给我一个又新又忠诚的灵。阿们。以至于我们可以唱新歌，是因为神赐给我们新的心。愿我们今天所领受，只要记得我们到神的面前，神给我们新的心，所以他应许我们说什么？我们一起来读。无论谁一旦有了基督的生命，就是新造的人，旧的已经过去，新的已经来临。持续来，不要从你面前把我赶走，不要从我身上召回你神圣的灵。
恳求主来帮助我们，他的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被主赦免，我们恢复了关系，我们被主医治，是要成为可以祝福别人的人。就像大卫做这首诗，虽然每一次人家都会提到他的错，但他为的是要让别人不要再犯同样的错，都能够来归顺神。我们一起来读：这样，我要把你的命令教导罪人，他们就会归顺你。拯救我的上帝啊，求你宽赦我的死罪，我要高声颂扬你的公义。感谢主，让我们一起来读：主啊，求你开我的口，我要颂赞你。你不喜欢生祭，不然我就供献；你也不要烧化祭。上帝啊，我献上的祭是忧伤的灵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不拒绝。阿们。主要我们献上是忧伤痛悔的心，忧伤痛悔原文意思就是破掉、被打碎的。他要我们在他的面前碎掉我们的心，神才能够给我们一个全新的。最后我们来读，请上帝啊，求你用慈爱善待西安，求你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。那时你要悦纳合宜的牲祭，就是全身的烧化祭。那时有公牛供献在你的祭坛上。今天我们在外面一定会看到很多人，很多的什么祭拜。今天是中元节。很多人传给我信息说，牧师看到他们在祭拜，我心里很难过，因为我自己以前就是祭拜的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难过而已，我们要特别为他们来祷告，因为不知道、不认识神，得罪神，所以我们好不好为他们祷告，让他们可以有机会认识这位神，因为我们的神不要我们献这个祭，他要我们的是什么？破碎忧伤的心是他不轻看，这个是重要。然后靠着主，不要再犯同样的错。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。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必不轻看。是我们忧伤痛悔的心，神必不轻看。你或许要跟音乐牧师说：“哎呀，你今天讲那坚硬的，不干我的事，我又不犯那个罪。”但是我们也犯其他的罪，也得罪这位创造主。我们看到那49号球员，地球的球，这个地球都在呼喊：“救我，救我，救我！”我们就是这个害地球的人，这也是我们的罪啊！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到神的面前，忧伤痛悔的心，然后我们要说：我们不再犯同样错，不再犯同样什么错。因为牧师来拜托大家，我们的周报以后可不可以越印越少份？手上这个都是纸这个纸都是对地球是一个伤害，好不好？我们都加入教会的那个LINE群组，官方的，我们就可以少印一份。每个人都少印一份，我们全教会印300多份呢。这还是从以前400多份已经减下来的，但我们阶段，好不好？我们知道，我们不要明知故犯。我们知道用那些容器，但我们为了方便，对吧？我们还是用，然后就说：“啊，怎么这么热？这个天气怎么这么怪？”你说怪谁啊？怪我们自己耶，好不好？我们要被唤醒，求神来帮助我们。我们悔改，求神拯救我们，因为这个地球不得了了。求神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悔改的心到神的面前。我们欢呼，唱出人生的新歌。我不知道现在你唱的是什么歌，但这位神今天要音乐牧师跟大家来分享。人里面的那个秘密，就像刚才那罐子里面那个石头。那个石头是你过不去的，每什么事情，那个石头就会浮现，你就看到那个石头，就好像压得你受不了。不只是你跟神受不了，你自己也受不了，那个关系当中就是受不了。
好不好？今天把这个人生的这个石头，好像别人看不见的，都交出来，交在神的手中。这些石头，不再是妨碍你跟神当中的这个很妨碍你的石头，而这个石头要成为你可以垫高你自己跟神的关系的，好不好？我们请起立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要来唱一首歌回应神之前，音乐牧师先带领大家来祷告，好不好？将你的手往上，就像你要交出什么东西，这是你生命中的石头，只有你知道，或者你生命中你也不知道，但你就把手摆出来。神要透过这个时候，此时此刻这个神圣的时刻，神要让你的石头在他的身上要丢给神，甩锅在神的手中。这颗石头不再妨碍我们，而要让我们成为神爱我们的契机，使我们也因此能够彼此相爱。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神。主，你知道我们过去每一个时刻，即便在我们很小还没有记忆，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生命总是有一种闷闷不乐，我们总是有一种早上起来不想起来，有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的生命里有那个很关卡，不知道我们自己怎么了。主，我们今天要交在你手中，我们手上这人生的石头，妨碍我们跟你关系的石头，我们要交在你手中。主，我们要认我们的罪，尤其那个明知故犯的罪，那个歪曲，用我们人的权利去歪曲的罪，那个不合神心意的罪。谢谢你有赦罪之恩，叫人知道你是神。主啊，谢谢你赦免我们你的孩子们，谢谢你承担了我们的罪，你十字架上你为我们承担的，你交换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的生命原来是悲歌。透过今天这个悔罪诗，主啊，我们要唱一首新歌，这个新歌是全新的，我们有全新的生命。谢谢你带领我们直到我们见你的面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歌。放下一切忧伤和羞愧，放下一切痛苦和缠累，主，我来到你施恩座前，放下一切忧伤和痛悔，放下一切重担和忧虑，紧紧抓住你唯一的主，盼望在于你，恩典在于你，全新的生命在于你，盼望在于你，恩典在于你，全新的生命在于你，就是一过都变成新，我已被救赎，就是一过都变成新，我已被救赎。主啊，我们盼望在于你，盼望在于你，恩典在于你，全新的生命在于你，盼望在于你，恩典在于你，全新
这事已过，都变成新，我已被救赎。主啊，旧事已过，事已过，变成新，我已被救赎。这事已过，都变成新，我已被救赎。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赐福，救赎我们的主，我们奉主你的名，因为主啊，你的名是使我们的罪得赦免，因为你拯救我们，你用你的生命换我们的生命。如今我们相信你，我们有新的生命，我们要唱新的歌，因为耶稣基督的爱永远不改变，带来我们身心灵健康，让我们跟神、跟人、跟自己的关系和好。你支持我们，你带领我们走前面重要的路以及重要的选择，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，使我们时时有你，我们不孤单，使我们有你的平安与喜乐。我们要成为光，我们要成为盐，让我们带着你的平安与喜乐从这里走回家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哦。荣耀尊贵，能力、权柄都归于你。荣耀尊贵，能力权柄归于你。你是我的救主，我的救赎。荣耀尊贵，能力权柄归于你。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我的敬拜。荣耀尊贵，能力权柄归于你。你是我的救主，我的救赎。荣耀尊贵，能力权柄归于你。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我的敬拜。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我的敬拜。